感谢主今日好成有机会来这分享见证，跟大家分享一条诗歌，这条诗歌叫做《无限的爱》。各位，我先给大家报告，我是一个较早少年的时阵是咱国家的败类，是咱国家的毒瘤。我较早伫黑社会真侪档的时间，有一天我受伤，成做一个坐轮椅、一生残废的人。总是上帝听临到我这个无路用的罪人，给我机会。我为着我的罪过非常代价了后，上帝开始让我写诗歌。我高中毕业就叫好好退学啊，所以我啥物拢无，也无知识，也无学历。毋过上帝甲一首首的诗歌放伫我的心内，互我甲唱出来。今日唱互大家听第一条歌《无限的爱》，甲你分享，谢谢。我继续讲，恁若好时直接放就会使啊哈。我细汉吼，我是伫台东出世。我的妈妈20岁，伊无结婚，20岁甲我生落来。阮妈妈是伫菜店咧上班的。伊生了我了后，无法度抚养我，就甲我互隔壁的好心人甲我养饲。隔壁的好心人是对台南过的。阮阿公迄当阵对台南过，阮住将军过台东开馆。这个我的老爸真有疼心。这个我的生母生落来了后，看这个隔壁这两对迄个叫做男女朋友，真有疼心，就我放心甲我交互因，无限的爱，交大家分享，谢谢。主，你是我的生命，风雨当心斗阵行，梦中有你甲阮来作伴，甲无有你的引带。主，你是我的生命，风雨当心斗阵行。梦中有你甲阮来作伴，脚步有你的引带。感谢你对阮的爱，予我机会对头来。天顶白云伴阮走天涯，天使永远甲我同在。我要大声唱，予人知，耶和华有无限的爱，世间的人拢来敬拜。耶和华是完全的爱。我应该死伫罪过、罪恶之中，上帝囝耶稣将我救我。主，你是我的，咱做伙来唱。风雨当心斗阵行，梦中有主甲阮来作伴，脚步有你的引带。感谢你对阮的爱，予我机会对头来。天顶白云伴阮走天涯，天使永远甲我同在。我要大声唱，予人知，耶和华有无限的爱，世间的人拢来敬拜。耶和华是完全的爱，
我要大声唱，予人知，耶和华有无限的爱，世间的人拢来敬拜，耶和华是完全的爱。世间人真正拢无共款，有人好命，有人歹命，有人做博士、做律委，有人做罗马。总是上帝疼世间每一个人，互咱每一个人拢有一个机会，可以当回头。我当阵伫高中定定相拍，结果校校甲我退学，退学了，我看着我的包袱来到繁华的大都市台北，听讲台北满地拢是黄金。只要你愿意努力工作，做行过，拢唔惊叫夭着。我来台北的时阵，我伫搬出公司，搬厝，趁一寡通去食饭。我伫搬出公司搬厝的时阵，我实在一个朋友真好。这个朋友呢，甲我同年纪的，爱啉酒嘛，爱烧酒。我嘛同款，爱啉酒，爱烧酒。人讲量交量风交风，温故的咧，交通公。人讲细汉头满腹，大汉咧。头牵牛，逐种歹伫我身上拢看会到。来有一天，阮朋友伫卡拉 OK 去用台，我去遐台倒转来。结果我开始伫乌社会，因为有一个乌社会伫永和遐叫做德林路的，因知影我发生这种代志，毋是为着我家己，是为着朋友，所以甲我叫去因的交警内面开始顾交警，开始伫遐做罗马3年的时间，一直要离开乌社会。拢无法度，因为讲话习惯、文化，所有的拢总伫乌道内面迄套。叫我出来交立委、交牧师、交兄弟姊妹讲两句话，我可能讲两句我就困去啊，袂晓讲，干那遐乌道内面迄套尔。后来因为台湾人、查甫人爱做兵，所以我到20岁的时阵，我就去抽考啊，抽了考啊去这个高雄做海军3年。我海军3年要退伍的前1个月。我的女朋友对家人去高雄看我，我的船已经开去金门3天开会转来，我是伫交通船。结果我的女朋友看我无，我打电话给伊的朋友，住伫高雄的朋友，讲你去你遐大一暗好无？伊的朋友答应。第2天带伊去港岛舞厅跳舞，人看伊水单纯，伫杯仔内面下毒品，下毒品就是放迄个迷幻药。我一个女朋友就安尼。变做别人的女朋友，人退伍的时阵，伫船顶行落来，大家拢欢送退伍敬礼。我退伍的时阵，我甲我的兄弟、甲我的同志讲，你毋免送我。我摕一个海滨袋，就是海军的迄个行李包衫裤。我扎着我的衫裤，伫码头行落来，伫船顶行落来，离开码头，离开我3年报效的国家的所在。我转来到社会。我转来到社会的时阵，有缘交我的兄弟结拜兄弟住做伙。有一天，我结拜兄弟要拍伊的某，我去占。我结拜兄弟啉酒醉，我举就干讲我的头。伊讲我的头时，我规个拢血，规个面拢血。我一直动，边仔有足侪人隔壁厝边，甲阮讲，叫我出手，甲拍互昏去。因为已经啉酒醉啊。我想讲，我即双手，敢若会当拍敌人，我袂当拍我的朋友，所以我一直动。后尾因甲我讲，后尾人甲我讲，你上尾你会行路上尾一句话，你画一句，就是你莫阁出手无我嘛要出手，就是安尼尔。我就对后壁女儿墙就落落去啊。当我落落的时阵，我去用送去3军总院，医生甲我做检查，讲我腰脊骨已经断去啊。所以从今以后呢，从迄当阵开始，我下半身拢总无感觉。袂疼，也袂行路，所以我出门拢爱挂一个热袋啊。我挂这个热袋拄伫膀胱内，互伊流出来安尼。我放屎嘛失禁，到即摆已经30年的时间。我伫日头当日出，咱台湾查甫人25岁时阵，日头对东平出来年纪，我正做一个变做变水的人。所以我阵要行出来，心情真艰苦。我出院的时阵，带了一包包袱
身躯200块，一个包袱啊，我毋知要去堆，我毋敢当去台东，互阮老爸啊，去饲我一世人。我只好摕一个所在先住落来，迄个所在的人带我去，叫做玫瑰中国城新店遐有一个所在叫做养老院，我去住伫养老院内面，养老院内面拢是老大人，我去住伫养老院内面，第一天入去我要惊死，因为老大人袂像咱正正常常安尼，后流喙烂的，后伫下早开始吼到下暗的。后伫下早开始笑到下暗的，啥物种的拢总有。后来我交因熟悉一个句，我感觉老人足天真的。上帝创造世间人，拄我出世的时阵，天真无瑕可爱。到老的时阵，嘛变甲足单纯的，对无？特别是一种什么老人痴呆症的，真古锥。伊的囝儿、伊的孙仔来看伊有无？较早逐工相处的，拢总袂记一啦。毋过你讲较早吼，上较早的代志，伊拢会记一。上无伊拍麻将吼，拢毋免看碰安尼啦。这个老大人哈真古锥。后来有一天，我倒伫门床顶咧困，有2个老大人手牵手入来我的房间。我是讲我咧困的时阵爱关暗暗安尼。这2个老大人开门，关，安尼2个慢慢行入来，内面暗瑟瑟。我倒伫门床顶，我安尼看，只会当看到伊的顶半身尔。老人行路慢慢啊。轻声细说，安尼行入来，我敢若看到2簇头毛白青青安尼，行来我边啊，因个开喙个笑一个，嘿嘿，结果2只喙齿白白安尼啦。因来遮行来我边啊的时阵，我都已经足惊，煞着伊个跪落安尼，跪伫我边啊。你看我会惊袂？因为人啊，老人会跪2种人，一种已经过身去的人，一种是还未过身，毋过特别长开迄种的啊。我迄阵愈想愈惊，我遮尔少年，25岁。我的性命哪会遮尔短安尼？结果这2个老人开声祈祷，因讲上帝啊上帝，这个少年人25岁，未放屎，未放尿，未行路，上帝你着可怜伊，朋友甲请落来，伊遮尔凄惨。哇！这2个老大人为我祈祷，祈祷起来时送我一本乌乌的物件，写2字叫做圣经。伊说送互我，阮厝是拜拜的。阮厝，阮老爸伫台东是关帝庙中国的委员，所以阮毋敢去看圣经，因为咱若看圣经就是背祖啊，咱若去看圣经就是违背咱祖先的这个条例，所以我毋敢去看圣经。我本来要甲圣经订掉，毋过后来我无订，因为啥若无订，你毋知？因为伊著写2字叫做圣经，我若敢订啦。结果我甲圣经放在我的门床头，互伊伫遐好好啊，淡仔安息啦。安息伫遐，甲大家分享一首诗歌，这首诗歌叫做《主听龙主》。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各位亲爱的好朋友，其实咱做罗马的人，做龙主的人，要回头真艰苦。有时啊倒一边，有时啊回头又阁无法度，敢若改婚改酒改来改去。毋过伫主内面有法度，上帝有法度，主听龙主叫你分享，谢谢。中秋月暝人团圆，月亮挂天边。阮是独唱思相机，对了干乌起。秋夜日打望天边，天星闪闪时，拢自目屎飞袂离，亏欠注定得做天，龙珠啊！
啦。老母若想若哭，已经无目屎。爸母啊，阮转来，无你亲亲亲阮像大海的爱。中秋月暝人团圆，月亮挂天边。阮是独唱思相机，对了江湖见。手举起打望天边，天一闪闪时，拢自目屎陪你，亏欠注定得做天。公主啊，回来啦！老母若想若哭，已经无目屎。爸母啊，阮转来，无你亲亲亲，阮像大海的爱。好啊，你这个我这个才会使，这个我介长。谢谢助听龙珠。我倒哩安阳院内的迄两个阿嬷送我一本圣经，佮为我祈祷。一世人我第一个看到人替我祈祷，嘛第一个为着圣经。后来呢，因为伫安阳院时间真多，我门关起来，我一人住一间房间，普通阿公阿嬷6个一间，所以我房间关起来吼，我拢认真伫遐看圣经。我用3天的时间啊，看完一遍创世纪啊，上帝创造宇宙万米。创造阿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这英雄好汉，这是咱较早阮伫拜拜毋捌听过这种代志的，所以我感觉真好奇，我就爱着创世纪。哇！我伫第1章看到第50章，我3天看一遍，9天啊，拢总拄啊看3遍啦。毋过感觉足奇怪呢。我若大概撞着埃及吼，我就出袂去安尼就对啊。去看着埃及，就去搬倒转来安尼，结果这个。头家娘甲我讲，伊讲好成，你住伫遮，我嘛真欢喜。伊是一个基督徒，真有良心。今你住伫我遮，一个月恁老爸啊，拿我3万块啊。毋过吼，我无爱你住伫遮呢，你的性命还佫有希望。哈，啥物啊？我这个性命还当啊牛舍，还佫有希望。我连想嘛想袂到，伊讲我带你去一个所在，去学手艺。你后摆吼，你无爱等去恁厝，害恁老爸饲你一世人啊。所以你要学一个手艺，后摆你要靠你哦，这双手是活你较记。迄当阵伊就带我去新店，新店有一间叫做友好复健记忆社。友好复健记忆社呢，就是教这个叫做伊甸残障共款的，内面有介一种学习的，有修理迄个仪表、钟表，还佫有刻印啊，有无？迄当阵30年前，台湾拄啊开始电脑班。足奇怪，5月上课，7月5月报名到7月就开始，结果咧寻一个位，拢无人入去，哇，分明敢若迄个位要留互我呢。结果吼，这个社长就甲安排入去学电脑。学电脑吼，咱这种人吼，天生爱相拍，改袂起来。我迄阵正常的时叫正常人相拍，即摆坐轮椅呢，坐轮椅就交坐轮椅的相拍，奇怪呢，四双手敢若无拍会晓共款呢，相拍也会瘾。结果我就伫遐。后来这本圣经开始陪伴我，圣经跟我讲说，你要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圣经跟我讲，你要安静，要知道我是神。圣经的话每一句开始激励我的心，互我的心开始会当安稳落来。我一边学这个圣经读圣经，一边呢开始好好学电脑。我第2年我摕到第1名成绩，我伫阮的电脑班内面毕业。等我毕业了后呢，这个是因为这个学校要留一个人吼，要留一个落来做老师，我叫留着，所以我就开始做电脑的老师。我第1个月领的薪水6000块，我寄3000块转去阮老爸，
其实迄当阵物价嘛真悬啊，食饭40块一个便当，2个便当80块。佮早顿20块嘛爱开3000块，免食凉的，免买3块。结果我寄3000块转去，阮老爸收了3000块，伊嘛真欢喜。其实阮厝毋免我寄钱转去啦，毋过阮老爸真欢喜。我甲阮阿爸讲，阿爸，我即摆有一本圣经陪伫我的边仔，我即摆做电脑老师。较早我是一个歹囝，阿爸，我对不起，我后摆袂阁安尼做啊。哇，阮老爸，我甲阮老爸吼我嘛要试看阮老爸讲，我去教会有一本圣经伫我边仔，看阮老爸的感受是安怎。我嘛想要试看卖。阮老爸鼓励我，伊讲你找到一个真正的上帝。迄阵我带阮某转去的时候，阮老爸拢定定讲，真正有上帝，真正有天使呢。真正我拜拜拢无看到，毋过我伫阮囝的身上有看到呢。虽然阮囝即摆是一个歹囝，是一个做罗马，后来迄个伴随我敢若捡到一个囝呢。我伫伊身上真正看到上帝。后来，阮老爸就开始无爱去拜拜。阮老爸较早拢灵条，你起庙的时拢寄一支灵条呢。迄一支灵条较早还300万啊！伫40年前啊，一支灵条300万啊！阮老爸拢寄规支的，你敢知影？做台南人吼，去到对发展吼，拢足有出头的，足奇怪的呢。所以哦，迄当阵阮老爸就讲，伊尊重我的信仰，伊希望我会当好好行信仰这条路。伊甲我讲，你后摆一定要好好报答上帝，报答听你的兄弟姊妹。就安尼，我迄阵拢足烦恼的。我有一天爱碰到，阮老爸若死，我爱碰到；阮老母若死的时阵，我因为我长子，阮老爸讲你免烦恼这，我若死的时候，你甲我小小的放在翁仔内面就好。吼，我无再注重这种的，啥物你爱记住，圣经内面嘛有一句话，神啊，你爱听好。圣经内面讲，在世的时候，父母在世，你要孝顺他，毋是等到伊死去，啥物拢无啊。你徛伫遐人来念香，讲迄落拢无效。干那一点就是老爸老母伫的时阵，你友好伊，所以开始我学会晓友好。各位，人讲基督教，什么无情无血无目屎，是毋是？啊死了无人哭，其实毋是。基督教比任何宗教搁较友好，而且伊是用伫现实的生活中，毋是用伫死了后你碰到伫后壁咧哭的。所以我信这个宗教一直到呾，我感觉上帝甲我教导有够多，龙主会当回头，基督教会使。真正会当互龙主回头，各位亲爱的朋友，我大概要去教会，我无啥敢去。后来阮老爸甲我鼓励，我开始行入去教会。同尾有一条歌，甲我踏入临门一脚，甲我踏入去教会。拄则有唱了一条歌，叫做《奇妙双手》吼。曾有一双手加忙着聪明，生命见光焕然一新。他奇妙的手常抚慰着我。领我走向光明，奇妙的恩典让我有得着美好的新生命。我永远歌颂，我永远赞美你那奇妙的双手。我因为这条歌开始行入去教会。各位，恁千万唔通对我拍婆啊！你若要拍婆啊，咱对耶稣拍婆啊，好无？来，我是一个无路用人，我是耶稣救回来的人尔。人讲我咧唱歌，甲咧使拖拉裤咧，真歹听安尼。人咧唱歌拢有转折音有无吼？我咧使拢一直弄一直去，也无转折音啦。总是唱出家己的歌声，对上帝是上界赞的，对不对啊？不管好听歹听，真心对主唱歌，都是上赞的。上帝上欢喜、上介意的，敢是？各位，就安尼，我开始去教会聚会，我去张茂松牧师的教会。张茂松，阮附近嘛新店，伊上近，我就去遐聚会。3个月了后，那个张茂松牧师就为我受洗，我就成做一个基督徒。较早，我迄阵还未受洗，我还未做基督徒进前，还未受洗进前，其实我塞伫轮椅，我塞轮椅吼，塞伫路里我拢真惊，塞伫即个保险公司啦，塞伫什么店仔内面啊，看到人我就感觉足丢脸的，我就感觉足见笑的，因为坐轮椅啊，挂一卡尿袋，较早尿袋啊，毋是像这有种小腿尿袋，较早尿袋啊是2000cc 挂伫边仔有无吼，足大袋，你敢捌看过？你喺病院捌看过吼？人毋知影出去咯，拢甲我讲少年的，你袂当过袋哩，我咧买一杯啊咧啦，迄一袋迄只大袋啊咧，各位，就安尼，我的人生啊，迄当阵拄着主了后，
我遇到主之后，上帝和我刚强壮胆。圣经里面告诉我，耶和华是你四围的盾牌，是你的荣耀，是你的力量，又是叫你抬起头来的。耶稣基督叫我抬起头来。他说：“你信耶稣，你不用怕，我要带你向前奔跑。”圣经跟你讲，我已经甲基督当顶十字架，今麦的我，不是由原我，是基督点伫我里面的我。阿门吗？所以今天活着的不再是我呢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上帝今叫我第一个任务啊，送给我第一个礼物，就是叫我抬头挺胸。上帝送给我们的礼物都是量身定做的。我需要的第一件事情，不是500万、1000万，是抬头挺胸。我的生命第一步，第二步，我这两步若行无过，我无法度通去服侍上帝。第二步就是饶赦。其实我逐工拢咧想，我拄着我的朋友，我来举刀啊，对这边落去，对这边落会较好，还是对这边落会较好？要安怎好死？我较会感觉痛欢喜的。阮朋友去用抬，我去遐抬倒转来；阮朋友去用扑，我去遐扑倒转来。我可能吹的时阵，有一届我吹7、8个人，朋友敲电话落，我就吹啊，去互对方摸啊规个，真歪歪啊，好，人讲袂出低功有啊。结果我无要紧，啊！毋过我想袂到，我一生当中一世人破寿，我是伫我上好的朋友手下变做安尼，我心内足不满、足痛苦的。我有一天想要抬好死，结果有一个牧师来甲我讲：好成，你也去饶赦迄个甲你杀落来朋友。好，牧师叫我饶赦好无？好，山崩地裂，你敢知影？我哪挡得掉？我想讲牧师讲行，我带你来讨转来安尼啦。迄奇怪呢，乌社会。啊，教会啊，共款拢有会，啊哪差多吼？乌社会讲叫咱来去讨转来，教会讲叫咱去饶赦。后来我来听牧师的话，我带阮某去找我的朋友。我的朋友本来判赔我240万，爱入监狱关8年。啊，毋过我听牧师的话，听这个上帝的话。啊，毋过迄当阵我信主尔啦，听嘛听一半啦。我其实吼，我去找伊的时阵，我讲我的牧师啦。我的上帝叫我来，甲你讲啦，叫我饶赦你啦。从今以后你无一半愿意啦，一半无愿意啦。啊，叫我甲你讲啊，饶赦你。哇，结果圣经甲咱讲，当你恨一个人的时阵，你的心敢若去用关伫监狱内面；当你的朋友叫你恨的时阵，伊嘛敢若亲像去关伫监狱。根据你原谅伊的心，两个人拢伫监狱内面，无形的监狱行出来。阿门无？各位叫大家分享一条诗歌。这条诗歌叫做《羊歌羔羊》，与你分享，谢谢。感谢廖燕王姊妹分享带我来台南分享我较早我是台南人，我受洗到即摆已经20几年写诗歌，结果我较近2年开始上帝开台南的道路，互我会当转来故乡分享，感谢上帝，嘛谢谢燕王姊妹。一个婴为阮来到这，为着世间做人受拖磨，忍受人的欺人甲背烂，但其实加一人孤单行。羊个比半开倒小狗换，看行长规生母玛利亚，爸母俩开甲自照心肝，求阮将出分你甲我。主的爱比海搁较大，主的疼像天地这呢宽，伊是以色列的圣者，神的名是万军耶和华。有一个婴仔为咱来出世，
有一个囝想输咱，伊受压迫，拄着艰苦，犹久无开嘴。伊亲像羊仔去互人牵到收胎的地，佮亲像羊伫前门人的面前无出声，伊也安尼无开嘴。伊的名称作奇妙魔术，全能的上帝，永远伫地位和平的人君。伊是以色列的圣者，神的名是万军耶和华。一个婴仔为阮来到这，为着生，甘做人受拖磨，忍受人的欺人甲背烂，大其实加一人孤单行，又隔壁花费着烧到晏。看行长，规身母热了，爸母了，规家自照心肝，求阮将此分离甲我，主的爱比海搁较大，主的疼。像天地这呢宽，伊是以色列的圣者，神的名是万军耶和华。主的爱，咱做伙来唱，主的爱搁较大，主的疼像天地这呢宽。伊是以色列圣者，神的名是万军耶和华，神的名是万军耶和华，神的名是万军耶和华。谢谢。我的时间这个多少分？帮我看一下，我是40分钟今天。谢谢，要大家分享一条诗歌，台湾向前行，跟你分享，谢谢。恁听到台湾向前行，拢无爱拍鼓啊，是安怎？着主爱的使命，领着意向向前行，向世间人散播上帝听。虽然刀剑逼迫我，头前大鹰飞山岭，手牵手心心相连，团主声。上帝啊，我伫这，请你坐见我，一粒这主的心啊，对你行。我做福音的使者，不愿风雨有偌大，阮要向前行，保用主的名。台湾啊，向前行，领路是耶和华，以色列标杆立伫的阮心肝。你着爱讲强壮大，这日唔通外头看，互全世界拢知影主的名。但圣灵降临在你身上，你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为主做见证。
你不要害怕，因为上帝跟你说，你只要刚强壮胆出去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。领着异象向前行，向世间人散布上帝听。虽然刀剑逼迫我，头前大勇过山岭，手牵手心心相连，团主声。上帝啊，我伫这，请你找见我，一粒赤子的心啊，都会你行。阮做福音的使者，不管风波有偌大，阮要向前行，保佑主的名。台南啊，向前行，了到死也可看，以色列标杆立伫阮心肝。啊，你着爱刚强壮胆，真正唔通回头看，予全世界拢知影主的名。上帝啊，我伫这，请你找见我，一粒赤子的心啊，跟你行。你着爱刚强壮胆，真正唔通回头看，予全世界拢知影主的名。扶墙教会向前行，领到死也可看，以色列标杆立伫阮心肝。你着爱刚强壮胆，真正唔通回头看，予全世界拢知影主的名，予全世界拢知影主的名，予全世界拢知影，知影什么啊？Yes， 唔免互人知影你的名，嘛唔免互人知影我的名，咱互全世界的人拢知影上帝的名，好不好？咱互主要说一个上大的拍破声。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可成的一生。真辛苦，要行出来，拢是因为有人甲我斗相共。所以踮伫台湾，我感觉啊，处处充满希望，充满温暖。虽然我两届大灾难，一届是去阮女朋友去互人下毒，变做别人的女朋友；一个是我的亲伯的，我的兄弟换贴兄弟甲我车落来。啊，毋过过着这痛苦的生命了后，上帝会当讲。会伫人的生命当中呢，开出美丽的花蕊。我感觉这是真实的。我高中毕业，高中读半年，去用退学，什么学习拢无。上帝甲一首首的诗歌，交伫我这个无路用的人，甲做出来。感谢上帝，今日我会当来这分享。我较早的朋友，学道的朋友，我受伤了后，无一个人要佮叫我做伙。阮老爸甲我讲，伊讲成啊。你人我袂挖可进，人拢袂可进。你较早的兄弟遮尔多，大概你若倒来台东，好，角头的人，台东骨力角头的人，大家拢倒来咱遮食饭。结果你即摆受伤，你即摆倒来，无人敢来插你，人连看到你，人就走啊。所以敢若有一个上帝疼你，你的教会兄弟姊妹遮尔爱你，你也报答因。所以我伫个教会内面，教会教我读圣经，教我祈祷，教我唱诗歌。教我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一个基督徒，所以我大概若要出去教会的时阵，我要去做工课，就要有兄弟甲我爱，咧放喺奥多拜顶悬。教会兄弟姊妹送我一台奥多拜，4轮的奥多拜，你捌看过无啊？头前1轮，后壁3轮迄种的。我还佫特别大台，因为我是坐轮椅的，所以我后壁佫特别宽呢。因送我一台轮椅，我迄当阵上需要的，就是。真正世间的一个温暖尔，所以我所有的拢无介好，毋过拢总有，拢无欠过，因为拢是兄弟姊妹为我张罗，为我安排的。所以我逐工骑奥多拜去上班，用苦诗啊唱诗歌去上班，倒来时佫唱诗歌，倒来安尼。我的轮椅，我迄台奥多拜虽然是残障摩托车，我甲打扮甲有够水的，敢若面住600遮水安尼。所以我逐工去上班倒来，因为教会的听堂，
开始建立我勇敢的心，开始互我勇气，甲我杀出去，互我向前行。有一天我咧困的时阵，我就听到一首诗歌，真水，一个音乐，第一条诗歌创造出来，我就举我迄个吉他，因为我看过无五线谱，我就一直唱，一直唱，一直唱，甲中文写出来安尼，后来我较会记忆，所以我就开始对迄当阵开始创作诗歌。各位亲爱的好朋友，因为安尼台湾开始有感觉学校学校甲我邀请我去分享见证。后来外国一个国家开始要分享，要邀请我的时阵，毋过我邀请我还有人陪我同无上帝爱我送我一个泰国老公对不对？甲我换骹网无就爱一个某毋过一个某，咱这个是要哪娶某啦？各位，歹读牛屎个这个什么啊？规个家私拢已经害了是要哪娶某？毋过上帝用伊的智慧，真正送我一个某。有一天我去分享的时阵，分享结束，我骑后倒摆要回去厝。这个查某囡仔，这个姊妹就走来甲我讲：林弟兄，你今年几岁哈？当时我33岁嘛，我就讲我今年33。伊讲33岁，哪会看起来遮尔操劳呢？伊讲我足操劳的啦。后来我回去迄天下暗，我足艰苦你敢知？姊妹甲我讲这句话我回去照镜，开始看呢，奇怪，那真正生啊遮操劳所以后来我知影，你敢知？圣经毋是讲一句话，圣经讲啥呢？圣经讲，忧伤的灵使骨枯干，喜乐的心乃是良药。所以我较早拢想讲，逐工牙煮汤逐工打阿门头迄种，较会快乐，连到迄种拢袂老呢，迄种拢健康的，你知无真正忧伤的灵使骨枯干，喜乐的心乃是良药。所以当中我30几岁，看起来60几岁咧。阮某我甲阮某讲，我买明仔载买物件。去恁厝，互你食敢好？我讲好啊。伊过两工买一只鸡肉等于互我食呢，佮毋是普通鸡肉呢，乌骨鸡，买一只乌骨鸡等去阮厝炖互我食。迄当阵你敢知影？咱即个国家半寿的人，一个人独居有无敢若独居老人，有人亲身1对1送来互你，迄实在真正有够甘心的，你敢知影？伊虽然30几岁啦，伊炖鸡肉的技术我看也无讲介好啦，毋过。你敢知影？迄用爱心炖出来鸡肉有无100分，阿门无？有够赞！技术50分，爱心50分，加起来拄好100分。我迄当阵开始惊，迄阵我交阮某熟识的时阵，我就开始惊。有一天我若去爱到伊，人到做伙久拢有感情。我惊讲我有一天若去爱到伊，要安怎？害到人的老爸老母。阮爸爸是。十里镇的镇代表，做世界戏子镇代表，伊是独生囝，独生查某囝呢。所以我当阵我心内开始咧惊，我就想讲有一天，真正我若去爱着这个查某囡仔，我真正会害着人一厝规厝的人。迄一厝的人看着嫁你这个开家破事的，迄真正丢脸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当阵艰苦的。后来呢，我就甲这个查某囡仔讲：你后摆莫来看我，咱到遮就好到遮，感谢你这段时间。安尼甲我陪伴，安尼甲我照顾，安尼，我叫伊莫来看我。伊本来一工来看我一届呢，我叫伊莫来看我了后伊一工来看我5届安尼。下早、下昼、下晡、下昏个宵夜安尼啦。伊一直来关心我，我甲上帝讲：上帝，这个查某囡仔真有爱心，你得爱有一个查甫囡仔才有疼心的个引导上好，较有钱的啦，来陪伴伊安尼爱主的安尼。我就安尼祈祷，真正出现一个安尼的人呢。佮引导，佮有钱，佮官腔大汉，佮爱主的，你敢知影？迄当中我开始心内就惊起来，你敢知？我向上帝讲：上帝，我祈祷拢无算咧，真正拢无算，呼呼的我真正惊呀，拢惊呀，安尼啦。上帝讲：我知影你拢惊呀，对无？我甲你备办好势。结果我着上帝祈祷一礼拜了我就无去看到这个查甫人你敢知？上帝甲这个查甫人看去较远的所在，送一位上司合的互伊啦。上帝甲这个上司合的送来我的身躯边陪伴我，陪伴我4个去宣告。我甲恁讲一句是句真正话，我受伤了后，我是严重的受伤，我是胸椎第10节受伤，所以我没有办法性生活。我某叫我熟识的时阵，其实伊嘛知影，伊讲我毋是为着这，因为我捌是。阮某讲，伊嘛是半路较信主的。我熟识伊的时阵，
我已经信主第10年啊，伊信主第1年。伊讲我嘛是第1年信主的，我感觉上帝会互咱新的生命，所以我要陪伴你到全世界去宣告。我无注重这种是毋是有性生活，我注重一点就是你对我较好咧，咱做伙来去宣告，安尼哇！阮某我受伤10年，阮某较叫我熟悉8年了后甲结婚到即摆11年，所以我受伤到即摆30年嘛。所以这段时间安尼行过来，我看到上帝满的祝福，啊，毋过我嘛对不起阮某，一个人的青春拢浪费伫我一个人的身上。总是感谢我的某，感谢大家今仔日会当接南湾来遮分享。阮甲你讲，我毋是一个做好的人，拢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疼。较早我是国家的败类，是咱国家的毒瘤，因为上帝的疼，今日好成会当去万世界为主做见证。感谢恁甲阮支持，感谢恁为阮祈祷。我叫阮某来唱一条歌，叫恁分享。这条歌的歌名叫做《宾仔骨》。啊是那宾仔骨，宾仔骨哪会当做歌啊？因为上帝创造宇宙万物，佮创造啥？创造夏娃。夏当，伊讲一个人啊，毒机无好，我要创一个查某囡仔，等一个我要创一个查某囡仔来陪伴伊。有一天阿当困去了后，上帝就对阿当伊的什么呀？这个宾仔骨压一支出来，然后创造一个查某人。号名叫做夏娃，上帝甲夏娃带到阿当的面头前，阿当目睭天开一个看讲，哇，这是我的骨中骨，这是我的肉中肉。所以人大汉了后，爱甲你的父母分开，甲你的母囝结合，两个成做一体，生养众多，生团多多，遍满全地。我叫阮某来叫这个唱一条歌，叫大家说再见，上帝祝福大家。万世代接受上帝的祝福，谢谢。这是我的某，阮某叫做李菊梅，梨花、菊花、梅花，3字拢有啦。人生飘浪。几落在，浮浮沉沉在人海，光出东边你落西，阮的春天何时来？你像菊花。开满山，嘛像梅花，毋惊寒。上帝相思的女性，交予你我的真心。当阮看到你的手，看到熟悉的目眉，望到阮的鼻仔骨，才知影你是我一生的爱。你使我人生愈精彩，生活充满了关怀。你是美丽天使，是我一生永远的最爱。各位亲爱兄弟姊妹，毋是讲信耶稣就袂拄着破病，毋是讲信耶稣就袂拄着艰难危险，共款拢总会。啊，毋过上帝甲阮讲，耶稣要亲身牵着伊囝儿的手，冲破一切黑暗，渡过一切难关。人生摇浪几落在。浮浮沉沉在人海，光出东边你落西，阮的春天何时来？你像菊花开满
山，嘛像梅花，毋惊寒。上帝想事的路程，交予你我的真心。感谢天父的慈爱，予咱两人相依爱。无论生死也风台，爱你的心永远不变不改。要我甲当时咱不知，一切交予主安排。因你地上的连理，将来天顶嘛是要相爱。感谢天父的慈爱，予咱两人相依爱。无论生死也风台，爱你的心永远不变不改。要我甲当时咱不知，一切交予主安排。今日地上的连理，将来天顶嘛是要相爱。好，先给外婆菊梅伫遮甲大家讲谢谢，再见。多谢，咱个拍拍啊，多谢。